子产卵在猫狗上，不是是心丝虫的卵，的卵透过蚊子到猫狗身上。对，但是问题是心丝虫我从来没有听过。捏造这个东西也蛮精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虫就应该要有虫卵，画面很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异形。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编在那边。刚刚这个开场大概是有史以来准备动作最多的一个开场，对，绝对不是因为我参加，绝对不是因为内湖江小姐的关系啊。通常这个是大概坐下来不到5分钟就一切都会开场了。刚刚大概前面就浪费了30分钟左右。好，那这个，现在其实疫情是算这个国家的政策，现在是口罩可以拿下来了啦，在室内。然后，但是这个其实小编在那边，在疫情之前，我们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打定是戴着口罩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小编在那边的票房保证，内湖江小姐。这个想要对粉丝说，如果你是我，什么自己想象中的粉丝，没关系，我会继续自己想象好了，没关系。就是没有办法见到你庐山真面目，对不对？不要遗憾。根据刚刚的试调，庐山真面目好像比我比较好。大概是他剪头发的关系哦。好，然后你说你现在染这叫什么色？年轻人叫奶奶灰。奶奶灰哦，这是认真的，不是一个口语上的。可是这很流行，真的，就是你去跟设计师讲，奶奶灰是一个颜色，就是好像有各种灰，但这个叫奶奶灰。可是我的原始的意识不是要这样，我是为了接我的白发哦。我因为我白头发也很多，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那我会不会染白发比较快？就是因为整个漂掉，整头就漂白嘛。他说不行，因为我现在长出来的还会是黑的，只是先黑后面会变成白的。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到可以染白头发的时候。我大概已经有我自己目测大概70% 左右长出来都是白发。你已经长出来就是白发了。对，就是如果你看这个所谓的根部的部分啊，真的就都是白的，连侧面这里也是。糟糕了，百万粉丝们，时尚中的百万粉丝们。对，就这个内湖江小姐的这个年纪不小心这个。我没有在乎的。哦，你没有包袱，没有包袱，完全没有。完全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你跟蒋经国是。我跟他爸是同一天生，同一天，但不是同一年。不同年。好，那讲说他是这个票房保证，你想表我吗？为什么喝了咖啡之后一直不标准？这票房保证是有多票房保证？来，这个话外音讲一下。他就是每一次出场，基本就是破万啊。基本就是破万，可是我记得我们当初取消他好一阵子，他还没有破万的节目。他后来新的这几篇，所以我们取笑他之后，他反而红了。所以我们要一直笑他。是也没有必要，一个来宾都要笑这样子。他从筋膜那一集之后，我知道了，因为阿 K 把你说的太完美了。我告诉你，筋膜那一集我们真的要重录。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就噼里啪啦问他问题，他没有好好把他的东西讲完。我后来回家听，我也有觉得，因为我们两个好像在进行一个我们自己的治疗一样，然后就一直在他疑难杂症，然后心想说我今天是来教育大家的，我们都没有让太多时间，对，没有让他好好把筋膜是什么讲这样子。刚好最近我又开始有点痛了，该请他来了。我现在开始敲档次。我那天有跟他讲了，他就跟他讲打个招呼说你应该再来重录这样子。对，然后反正他也觉得好玩啊，所以他应该是 OK。跟他聊得很开心哎。好，然后这个所以我帮大家做自我介绍。内湖江小姐，大家认识内湖江小姐，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 update 呢？除了那个奶奶灰之外，没有。好，然后话外音。大家好，我是话外音 Iris。就这样。对。好，然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 update 呢？没有。我们现在有破3万的吗？还没，现在最多就是2万多。2万多，好，继续努力哦。好。然后这一位大家也很认识了哈，也算是我们的这个动物，只要跟动物主题相关的台柱了哈。
可是我都没有破什么很厉害的。对啊，那你怎么还有机会做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久才被发一次通告，可能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因为这样？对，因为我们这一集是临时 Q 啦，所以又发了你通告。其实原本也不是要找我，可能要找别人，我是临时来上场的。我们今天不是破万，我们破10万。哇，有上那个吗？你可能需要动员，你要动员一下，对不对？1人2万而已嘛，对不对？回家努力一下，钱掏出来，没问题。就刚说了嘛，1人2万5没？还是你要置入一下我们节目啊？对，我吗？对啊，反正你没有破万，但是你又回来上节目，你自己置入一下你节目。我去买广告可能比较快一点。帮这个家里的店打个不要，我们小店经营不铺张。大家好，我是 Chris， 我是办公室兽医师。对，好 ，Chris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影片在不同的资源里面啊，然后这个我最常讲的就是这个网络搜寻幼猫是不是？奶猫出来的绝对都是他的，是哦，对，就是 Google 奶猫出来的绝对就是。而且照片放的好看，不会有偶包，对，没有，很好啊，这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可以把那则收入到官网去吗？可以啊，都已经在那边那么久了，我没有什么挂碍了。好的，好，那今天呢要来聊一个这个，我其实是在这个会把话外音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事有蹊跷哦。就是我这个 Chat GPT 出来之后，我就跟话外音说，用 Chat GPT 帮我们写一篇这个内容。然后那时候我就直接开一个题目给他，就是很久一直想做这个题目很久，叫文字。觉得好，因为我觉得啊，这个猫猫狗狗的很多的这个寄生虫的感染是蚊子来这件事情，一直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可是呢，事实上又有很多人在宣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不如反过来，我们把蚊子这个生物讲清楚。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蚊子对哪些东西其实影响层面都很大的，所以我就这个交给了这个话外音这个任务，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就就是接收到任务之后，我就开始去问 ChatGPT 一些问题，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请他介绍一下蚊子怎么传染心丝虫给就是猫猫狗狗们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很震惊的开始跟我说。就是蚊子就是害虫啊，然后它可能会有心丝虫的疾病传染给，就是透过蚊子传给那个对。然后呢，他在里面呢很认真的写了很长一篇，然后有一个东西我一看就觉得真的好奇怪，因为他讲，因为我还特别说，你可不可以也找一下，就是蚊子因为传染病然后毁灭了什么文明？对，那一题等一下也有，就是他也是给我胡说八道，就是。很震惊的胡说八道，所以我其实后来有找就是 Chris 求救，因为他跟我讲说，就是心丝虫会透过卵传染给，就是传到卵到蚊子里面，然后传染给猫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接受过的资讯里面，心丝虫从来没有卵这个东西出现啊，就是到底卵是从哪里来的这样？蚊子产卵在猫狗上，不是是心丝虫的卵透过蚊子到猫狗身上。对，但是问题是心丝虫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捏造这个东西也蛮精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虫就应该要有虫卵，画面很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异形，就虫就要有虫卵的概念，对，必须要从虫卵开始的，这是异形的电影情节啊。我们要赞赏他 ，ChatGPT， 他还有想象力呢。对，他除了有情感之外，还有想象力。他都给我一滴，是我们的想象力吧？对。反正对，然后反正我就问了 Chris， 就说，真的有卵这件事情吗？那 Chris 真的有卵这件事情？我就说他胡说八道。他胡说八道，所以是怎么传染呢？是心丝虫本来就在蚊子里面了。心丝虫确实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有一个阶段，它会待在蚊子里面，然后再由蚊子去传染给健康的狗狗。它可能在叮咬健康狗狗的时候，会把它体内的这个心丝虫的幼虫，把它放到这个健康狗的身体里面。所以心丝虫本身就活在蚊子里面。
如果有看到画面，忍不住想一起新丝虫的活法。没错，他为什么你觉得它是游泳？而且有鲑鱼向上的感觉，力争上游的感觉。对啊，因为它有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第3期幼虫。第3期幼虫确实是会进入到蚊子体内，在它体内存活一段时间。那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的，不管是新丝虫从出生到它成熟这个阶段，它其实没有一个阶段是会以软的样子出现在不管是环境中还是狗的体内，还是在蚊子体内，都不会是软这个形式。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冷门的知识，就新丝虫的生活史上面来讲，因为其实我们当初也是稍微翻了一下资料，才跟他讲说他是胡说八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很冷门的知识，有时候不是你在网络上你随便一查就会查到的一个正确知识。那如果说今天就是大家就这样信了他说的话，其实真的就你也很难去更正这样子的一个谬论这样子。可是你们知道那个异形啊，那一系列电影卖那么多钱，一直讲异形，人家也是从自然界去观察啊，就是有一些生物是这样子，这个卵啊什么的哈。然后我发现这新丝虫的这个完全也可以往电影方面去 create 一些角色。第3期幼虫这是什么意思？它幼虫的形态有好几期？有啊，有第3期就已经它有第1期、第2期、第3期啊。是。对，那它进入到第1期幼虫之前，就是爸爸妈妈把它生下来嘛。所以它是胎生哦。对不起，它是雌雄体。就是它的父母把它生下来，但是它生下来的时候，它不是生出一个卵，它是直接生出一个幼虫，就是生出一只虫。那大家如果以前生物课有记忆的话，就知道我们动物会分胎生、卵生、卵胎生嘛。那其实只有卵生是它被生出来的时候是一颗卵。那新丝虫很特别的是，它是属于卵胎生的昆虫。就是一个非常冷门，也非常符合异形期待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生物啦。所以所以这集不应该是 ChatGPT 蚊子，应该是 ChatGPT 新丝虫才对。所以什么叫做卵胎生？就是它不是生出来就是一只小的了吗？卵在哪里？卵在它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没错。对。但它你出来可以被大家观察到的时候，它就一定是一只虫的样子，而不是一个卵，然后再破壳这样子。OK， 所以这个叫一期。对，它叫第1期幼虫啊。第2期幼虫呢？第2期幼虫跑去哪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根据它外形还有它在狗狗体内停留的位置来区分，它是第1期、第2期、第3期。那第3期的幼虫是它已经在循环系统里面。跑到蚊子那里了。对，就是可以在血液里面游动，我忍不住也会有想要做动作。你看吧，因为我是整个人一起游。对，然后蚊子它就以吸血为食嘛，所以它在吸血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血液里面的第3期幼虫一起吸进去。那我好奇哦，就是这个不见得你有答案了，但是就是这个新丝虫的爸妈把新丝虫生下来之后，它在哪里啊？它在自然界里。没有，因为新丝虫它是寄生虫嘛，寄生虫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它已经在蚊子里了，在狗里。新丝虫是寄生在狗猫体内的虫，是，所以它成熟之后，它是在狗猫的身体里面去做交配繁殖这个动作，所以它整个生活史其实有大概。我们可以说3/4的时间，它都是在狗猫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是先在狗上面生出来，然后再跑到蚊子上，再跑去别的狗或鬼子猫。没错，对。所以蚊子不是蜜蜂在传花蜜，它是在传这些虫，就是你是新丝虫吗？对，它是靠蚊子来天哪做传播，所以它不会用什么口沫传染，这些都不会，接触也都不会。对，而且其实很特别的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好像蚊子扮演一个传播的角色，但它其实不是只有传播，而是新丝虫它本身就是它必须要待在蚊子里面一段期间，它才有办法成熟。对，它才是孵化器来的，才是具有感染力。它其实已经是虫了啦。对，就它是需要才能变身。如果它没有去过蚊子身上，它就是安全的。它就永远停留在 L3，它不会长大。它就不会变成成虫了。它变身要透过蚊子。对。哇塞，是不是想写电影剧本？太可惜吧。对，很神奇的一个大自然的奥秘。对啊。所以我单纯只是想问说，新丝虫有卵这件事吗？没有，因为只有在
爸爸的妈妈的身体里有这个阶段而已。对，大家看到就是虫，不会看到心丝虫卵，没有这种东西。只是心丝虫原来有一段时间是不具伤害性的。对，就是还是小 baby 的时候，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没有办法感染这样子。懂，然后所以他就必须要到蚊子那边，没错，才有办法变成恐怖的爸爸妈妈，没错，再继续去。对。其实，在蚊子体内也还没有变成爸爸妈妈啦，就是变成青少年而已。也是啊，要找到对象生小孩才能叫做爸爸。对，还是要到新的狗身上去找对象，可以结婚生小孩。好多画面的一个对话哦，温馨起来了，这样。对，一个美满家庭。那我们再回到 ChatGPT 上，还发现了什么呢？哎呦，好，刚刚有讲到那个毁灭文明这件事情，是，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就是有哪些文明是？我这样想法是不是很正常？就是说，既然它是会传染疾病的嘛，那过往的医学又没有那么进步，所以什么疾病是被蚊子传染？说不定整个文明都被 wipe out 的，这样也有可能嘛，对不对？说不定。好先进的想法，是，说不定那个亚特兰蒂斯就是蚊子搞成的，也不一定啊。老高在哪？我觉得我们有点那个潜质变老高真的，蚊子开始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怪，对不对？好，反正我就问了他说蚊子如何毁灭文明这样，然后他就回答我说，就是蚊子是可以传播疾病的昆虫，到这里我都觉得很正常。然后他讲说，透过吸食，然后就把病毒啊什么传染出去。然后他就讲说，古代很多文明都因为蚊子受到毁灭，其中有例如古巴比伦帝国在16世纪因黑死病而灭亡。黑死病？对，然后想说你在巴比伦我没读过书是吗？等一下，我们先确定这些资讯是不是正确？请问几世纪啊？他说几世纪？他说16世纪是古巴比伦文明。不可能，因为巴比伦糟糕了。对，在那边有人摇头，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我都是从那个讲到巴比伦这种两河流域非洲的非洲中亚的文明的时候，你都是从博物馆认识的啊。我好希望答案是这样子，其实不是，是来自尼罗河女儿。我也有看过。一套漫画啦，现场这套漫画没有超过40岁的人绝对不认识。我看糟糕了，旁边有人说他认识。你有看过？你为什么会看过？我就小学的时候看，因为它其实它连载很久，到现在在漫画店都还有摆，是不是？因为它真的连载太久了，所以虽然它后面也还没真正的结尾，但是所以还没结尾，我不记得有结尾啊，我真的还没画完。对，前阵子就有出那个新的一集，而且那已经是几年前了。对，就是穿越嘛，对吧？最早期的穿越，好，所以会回来巴比伦帝国，绝对是在应该是 BC 不是 AD 的时候。漫画 BC 是 before century 嘛，就是世纪之前嘛。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时候，但是我绝对可以告诉你，这是错的，它不可能是16世纪，它就是尼罗河女儿不是这样画的，它就是短这一句话里面充满错误。然后我一直以为尼罗河女儿是在讲埃及啊。对，但因为你不要忘记，埃及帝国跟那个时候的两河流域的那个文明是差不多是一起在兴盛的。所以我小时候就看了《尼罗河女儿》，上了国中之后，历史老师讲到好像高中吧，世界文化史的时候，你很有画面吧？我心想说，对我非常的 reflection， 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国王比较色，他心里喜欢的是埃及的法老王。你的剧情倒背如流，那万一这漫画不是很考究呢？那万一是胡说八道，没关系，我人都可以穿越回去了。我不是 AI， 我还是有判别真实跟虚假的能力。我还会知道说，老师，我只是帮助自己记忆嘛，就是我知道那个很色的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只存在漫画里面。我是百万听众，这不是随便来的，这么震惊的节目。票房保证没有到100万，我们这样都没有100万，果然是我自己想象的。每一集加起来或许有100万。好，我讲完了。好的，黑死病也是个问题，黑死病大家都知道是鼠疫嘛，对不对？那会不会是蚊子去传染老鼠，老鼠才去传染，所以是黑死病？我应该要追问他的。哦，你有追问是不是？没有，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了。那我们就来问那个医生，到底会不会这样子传到？问他也不太公平。我们事实上这一集我一开始最想找的是蚊子专家，就是他有办法帮我把蚊子的所有的结构拿出来讲，说他因为有这个蚊啊，所以他可以怎样，他可以怎样。我知道他的前身是决绝。蚊孩子吗？这个大家都知道，100万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吗？好吧，
那我还是继续回到尼罗河女儿就好了。专长。好，还有什么资讯吗？好，他说因为黑死病灭亡，然后大概有1/3的人口死亡，这个东西我就已经有点不是很确定。然后讲说伊斯兰帝国也因黄热病而减少了大量人口，这一句呢，我就有点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蚊子应该是会传染黄热病的，对。然后伊斯兰帝国。对，就是到这里我就有点，因为你知道前面那一段我太冲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家伙就是在胡说八道，我就决定所以你就没有往这里查下去了。但是，对，那我们来问问看，那个说不定镜头前面这个假装我们自己 population 很大，很多人收听跟收看啊，大家是不是真的？如果您对这个伊斯兰帝国跟黄热病的历史有了解的话，再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黄热病是蚊子传染吗？这个几乎从我的脑袋想象是应该是的，对，应该是。那我们来，那所以蚊子还是真的有歪爆一个文明，就是有把一个文明干掉哦。如果真的它传染了黄热病的话，那个时候又没有救嘛，没有太好的药物，结果会不会发现很扯？黄热病会不会是美国2大战内战时期的？大家不要太超远吗？这没有漫画可以让我 reference， 我没有办法确认的真实性。传染的宿主会不会是蚱蜢之类的？应该比较可能是蝗虫。对，他们蝗灾比较多。对，好，非常有趣哈。好，然后你对于这么荒谬的资讯，对不起，我比较震惊，因为我们扮演乡民，你扮演科学家，总要有人制止我们。对，我完全可以当乡民，没有关系。我是不知道它有没有毁掉一个文明，但是蚊子确实是一个还蛮严重的伤害啊。因为像我们认知可能，比如说鲨鱼很恐怖啊，毒蛇很恐怖啊，可是其实蚊子可以杀掉的人1年当中，因为比这些我们认知的有毒的动物都还要严重很多。这样讲很有道理，所以其实也不无可能啦，只是那个时代跟位置可能要考究一下。对啊。